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梁偉源，一個香港嘅執業嘅事務律師。我仲有一個身份，就係婚姻監禮人。嗱，呢個制度呢，係自從喺香港2006年9月就開始有㗎啦。咁如果一計，我係第一批嚟嘅，即係話到而家呢都有成20年咁滯。當中我監禮過嘅婚姻呢，都有100-200個啦。咁點解會有呢一個制度呢？其實因為我哋中國人呢，就好緊張揀個好日結婚啊嘛！以前呢，我結婚嘅時候就要去政府嗰度排隊，3個月前就係喺嗰一日，因為你只可以3個月內去做呢個申請登記結婚。咁我就會一早坐定4點鐘已經喺政府個門外等，希望攞到籌呢，可以喺嗰日登記。咁因為越嚟越多人都係揀同日，政府就話做唔切嘅喎，所以就放寬咗呢個制度。就容許咧香港嘅事務律師咧就介入做呢個婚姻監禮人啦。我先同大家分享下個申請嘅手續。記住啦，當一男一女情投意合，應承咗結婚，求婚成功，定咗個婚期，咁咧就倒數3個月內。譬如你係想12月25號聖誕節共諧連理咧，咁最早嘅登記日期就係9月26號，你可以嚟我律師樓嗰度。咁當你到咗我律師行嘅時候咧，我就會攞咗準新郎、新娘、爸爸媽媽嘅全名，填一張呢就係已結婚通知書。就算爸爸媽媽有一方唔喺度呢，都要寫㗎嚇。咁跟住就當然你哋嘅詳細地址啦、電話號碼啦、職業啦，同埋你個婚姻狀況。譬如你係未婚啦、曾經離過婚啦，或者呢以往嘅配偶呢係離咗世，你再結婚都有得揀。咁填好晒呢啲資料之後，就我會俾一方係作為呢個提出申請人。咁大男人主義之下呢，我通常都叫個男嘅簽名嘅，個新娘呢淨係簽佢嗰個部分，男呢就要簽埋呢就係申請表，無論前後都由佢簽名，就係佢係申請人啦。咁呢一張文件交到去婚姻註冊處呢，註冊官會將佢擺喺一個公眾嘅告示板，14天睇下有冇人反對，冇人反對，咁遲啲就會出到呢一張叫做婚姻登記官嘅證明書㗎啦。嗱，呢一張證明書嘅內容同你準備簽名嗰張結婚證書呢，大致係一樣嘅，會寫清楚你哋嘅名啦、當時嘅職業啊等等。咁呢一張文件你睇過就可以安排當日準備行禮㗎啦。嗱，好似有啲名人啦話：咦，佢邊個同邊個登記結婚喎？見到佢個名喎，點嚟呢？咪就喺嗰個通告板嗰度見到咯。咁究竟監禮人喺行禮之前又會點樣同你準備呢？下一集先同你講。